在中秋节过了后呢，天气愈来愈有这个秋天的感觉。这时正是台南市山上果木瓜上好食的时阵。咱乡亲也知影讲，这个想要知影木瓜会使做出什么款的特色料理，礼拜去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就会知。即马是山上块木瓜上好食的季节，为了行销在地农产，山上区农会继续举办木瓜节的活动。要来欢迎全国朋友大家拢做伙来到咱山上来食木瓜。除了木瓜以外呢，咱的火龙果也好，芭乐也好，拢开始好食。所以呢，要来办这个木瓜节以外呢，也要邀请到咱全国朋友呢，来到咱山上呢佚佗。即摆公司嘛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合作，将木瓜日菜做出口味特别的木瓜点心和料理。我们的概念呢是源自于木瓜牛奶，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木瓜的重乳酪的一个蛋糕的一个甜点的方式。那希望木瓜也可以用一个很多元的方式来呈现。另外，现场嘛有举办真济活动，要互民众有食阁有掠，欢迎民众18号来到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佚佗。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